没这回这个药我喝不了了，我天天拉肚子、头晕、恶心的呢，我饭都吃不下去。昨天下午饭都没吃我。昨天下午你没有喝这个药呀？昨天下午咱没喝中药，你过来拍的视频吗？不是啊？你强迫老百姓喝这样的中药、西药，这能行的吗？这个我们本来就没有病，这个西药都是3分毒的东西，这个。这也是预防的，哥哥。哎，喝药能把这个病毒能治好的话，那个打疫苗干啥呢？那打疫苗的人不是还那个啥了吗？得了吗？你们这样子能行吗？强迫老百姓喝中药、西药，中药就算了，这个西药能乱喝的吗？这个也是大家一起那个啥的呀。你看那个南疆和那个亳州，不是都是因为这样子？你们是为了老百姓吗？为了你们自己吗？拿着手机天天过来监督我们喝。哎，我们自己也喝着呢呀，不是为了老百姓的话，我们把孩子来，我拿个手机，你来喝，我拍一下。这是行不行的？搞笑死了你们。